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今日针对着中英分会甲中英航空之间劳资争议罢工投票进行开票，最后确定中英分会摕到合法的罢工权。理事长李新言表示，会伫咧过年前后启动罢工行动，相关细节伫25个理事会会讨论。中英航空也发出声明，呼吁工会着爱先思考到这旅客权益，用理性的态度继续劳资协商。目前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啊。 跳开票箱，一张一张填开抢票。针对中营劳资争议，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发动罢工投票。伫主管机关桃园市劳动局代表见证之下，完成计票了后，确定处理合法罢工权。 长荣分会这个部分，我们有85%的会员同意，全体会员我们也有得到65%，所以在今天1月22号，我们可以宣布，技师工会的长荣分会已经确定取得合法的罢工权。 全台湾的技师大约有3000多人，伫桃园市技师职业工会有1398人，910人投票，900人同意，10人无同意。预计春节前后启动罢工，24点钟进前提前预告。规划细节会伫25理事会讨论。那中英技师罢工会影响至中英航空来回美国、加拿大和澳洲主要城市的旅客。在最近的1个月当中，劳动局已经持续的 邀集劳资双方召开过3次的协商会议，未来劳动局仍会持续的来协助双方进行协商。工会表示，绝对不是为着罢工来罢工，要求中英公司针对工会诉求提出对案。对罢工投票结果，中英航空表示遗憾，也回应已经调整底薪超过20%。 初步发6个月年终，也积极培训国内技术人才，甲外籍进行标准共款。目前已经成立紧急应变小组，佮强调赞成罢工的中英技师是中英技师总人数的3成外。那交通部认为劳资欠共识，理事拜3佮协商，避免行到罢工造成旅客社会大众的不方便。3年一次，3年一次，3年一次。 这些旅行社、这些业者、这个旅客，哪一个可以受得了你这样玩？你不稳定，那就不要做，就以后不要再搭乘这家航空公司。旅行业则表示，春节旅行团当天部分目前卖出6成，拄着航空业罢工，那影响机票之余，也有餐厅、住宿加包车。 旅行社的客约责任保险并无理赔，会先替旅客安排住宿加3顿，各家航空公司要求赔偿，也毋过也真生气，什么人来保障消费权益？评保协会提醒，伫正式宣布罢工进前，旅客出国会当考虑买旅游不便险，也毋过已经有部分的产险表示，即日起加保旅游不便险无法度理赔。记者综合报道。